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即阵推出新特点——新剧顶台，特别用1920年代一挂文化协会引进的国外新剧做主题，小解因是安怎用表演来宣传新文化理念甲过程。 旧相片呈现文化协会人世界演出，因为自1920年开始，因着引进甲传统戏剧无同的国歌新剧，宣传新文化新理念。它可以用白话文说，然后可以把故事讲得很清楚。那我们就接受这个新式戏剧的概念，我们来表演给大家看，然后大家就是可以一边看表演一边娱乐，然后也可以一边知道新的知识。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推出新特点新剧顶台，嘛讲到伫迄当时的文化协会推展新剧，以新台剧，佮加参歌戏等等来对抗，认为会当破除民众的旧思想。 用戏剧的方式宣传家己的想法。那目标就是为了要破除迷信的这件事。可是有的时候讲理想都很浪漫嘛，就是当他们试图透过演戏去宣讲他们的理念的时候，那个通俗性跟娱乐性就相对起来比较少。 传统戏剧也是无互新剧来取代，不过这的新剧嘛演变成咱即马的舞台剧。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表示，即个展览分做4个区，亲像大稻埕这区是以当时出名的戏曲发想的，佮有当时出名的剧本、剧团等等，互大家了解迄个年代文化改革的过程。规个展览会等到明年8月中。记者陈亚丽、小凯在北采访报道。